下列何者为地方自治团体 ？A. 省 B. 直辖市政府 C. 直辖市山地原住民区 D. 村里 C. 直辖市山地原住民区。甲基欠政府上亿税金，并拟逃往国外，偷渡前经警调带获，行政执行机关得为如何处置，以确保对甲之税金债权 ？A. 得进为管收裁定，以收执行速效 ；B. 限其命甲履行，并得限制其住居 ；C. 命甲之直系血亲负连带清偿责任 ；D. 向行政法院申请命甲供相当担保。B. 限其命甲履行，并得限制其住居